跟住要開部新嘅 Carenet 啦嚇，早2集都開過一次箱嘅，1600蚊港紙啊，客人可以揀加180蚊咧，要個官方黑色皮圖嘅。有人問啦，熟客有乜優惠呢？嚇？兩樣嘢啦，第一價錢上平啲。第二係個保養期拉長啲，咁不過通常保養期呢一度呢啲貨買到咁上下，官方呢就會落閘停止㗎啦，咁所以趁早把握啦。熟客嘅定義呢係曾經直接幫襯過113 Music 買 Deformate 產品嘅客人啊，跟住就到金魚啦嚇，玫瑰金蛇年特別版嘅原機啊，咁啲包裝畫風都同其他版本有啲分別嘅，咁而盒內提供嘅附屬品呢就一模一樣嘅。未入手嘅朋友啊，不妨一睇再睇113 Music 今次開箱啦，欣賞下同樣都只係賣緊港紙399嘅呢條金魚啊，顏值絕對大到嚇人，聲方面同樣打得下市面上幾千蚊較為對版嘅正常嘅耳機啦，全球999對啊，把握機會啦！銀魚其實早幾集都開過箱嘅嚇，咁趁開箱之際呢，咁我哋都繼續講翻 Carenet 嘅重點啦。咁今次 Carenet 嘅續航方面呢，係會做翻耐啲嘅，平均約7小時啊。至於充電嗰個 Type C 咧，官方係話有優化，咁因為咧以往同客人咧非常強調啊，話要用慢充電先至得嘅不能夠用快充啦，好可能係會叉壞嚿電嘅。咁而家官方咧就話某啲快充設備咧懟落個 Carenet 度咧係可以照樣用到嘅，不過充電速度咧都只會係慢充嘅啫。咁關鍵位咧就係咧，官方話有啲快充係用到，有啲可能又用唔到。咁我作為賣嗰個，梗係建議你用最穩陣嘅方案啦，係咪？就係用翻慢充咯嚇。再者之前影片應該都有提及過慢充嘅好處嚇，一來聲方面咧係有正面影響嘅，啲聲會定啲嚇，控制力好啲，對於分析力同埋細緻嘅取向音色咧較為有利。咁相反，快充個聲咧就會真係衝啲嘅較為有利於音色力度嘅方面啊，咁但係就較容易失控啦、過粗啦、力量過火啊等等啊，瑕疵都易啲會闖出嚟啊，咁所以玩電方面咧有得揀，咁梗係揀翻類似前者嘅穩陣做法為上策啦。第二就係快充咧較為傷電，咁繼而會影響到個聲嘅 quality。咁初階篇你哋知道咁多先啦。Carenet 繼續沿用 DPPU 電路設計，咁即係裏邊係分開咗 digital 電路同埋 analog 電路嘅架構嚟嘅。部機如果收埋一頭半個月，甚至係幾個月唔用咧，係有機會走電嘅。咁只要充翻滿佢就可以聽翻 OK 冇問題嘅。以往嗰啲機都一樣噶啦，關於充電咧，充到熄燈之後咧，再繼續充多1-2個鐘咧，先至可以確保充得滿嗰啲電嘅，穩陣啲，你咪擺過夜咯。雖然過往一直強調咧係玩慢充嘅，咁但係精益求精之下咧，咁都需要揀下用乜嘢充嘅，可以俾啲初階篇嘅 tips 大家參考下嘅。咁首先咧要就個慢充嘅話，咁通常都會用 Type A 嘅口嘅，咁所以條充電線就會係 Type C to Type A 啦，材質啊、質量啊、長度等等咧，咁都係同個聲有關嘅。而有 Type A 口嘅充電器咧，亦都要揀下，咁又或者可以考慮下用尿袋嚟充嘅。響 H1 年代甚至再之前咧，其實已經有探討過咧，關於個尿袋入邊用邊粒18650電池好啦，再引申到部 DAC M 駁住個尿袋咁聽好聲啲啊，定係好似公海咁駁個便攜 M 好聲啲？咁所以以上呢啲嘢其實都係玩家可以研究嘅點嚟嘅。Carenet 同樣係有得自行轉 firmware 嘅，用 Windows 機就可以轉啦。咁部機原本係跟Rhapsody 嘅，即係大力版本嘅 firmware。客人亦可以定期留意官方網頁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群關於有啲用嚟優化部機嘅 firmware 版本啦。黑管嘅外形咧都有客人係讚過型仔槍灰色底色係幾型係幾特別嘅。咁然後襯翻個紫色嘅扭掣咁個手感咧摸上手質感亦都幾特別嘅。部機亦當然係做翻好輕好細部嘅。
呢盒係 Final 嘅新耳膠啊，2嚿水左右，喂都幾貴下嘅。老實講啊，俾 Final 個牌頭引咗我去買。咁因為對上嗰款 Final TWS 耳膠啊，其實咧到而家我都經常係會用得着嘅，個聲係非常穩陣，啱用。好多耳機用落個聲咧都覺得好有保證啊，懟落去基本上咧係唔會差得去邊之餘啊，其實亦係好有玩有眼嘅個聲。咁所以推介其實係推介以往嗰代啊，咁今代試咗之後呢，放落魚原機唔得，我覺得個低頻量係出唔到嚟，個質亦都發揮唔到啦，整體音質亦都係平麻麻地啊，啲嘢好似爭咁啲咁樣啊。咁唯一一樣嘢我覺得佢好嘅呢，就係個前後立體感係幾犀利嘅。咁魚原機換翻上一代嘅 Final TWS 之後呢，簡直係啊，所有嘢即刻翻晒嚟嘅感覺，個低嘅質同埋量啊，即刻有翻好穩固嘅保證。咁整體嘅音色啊、音質啊、密度啊等等呢，咁亦都有好大改善，正常翻啊啲嘢啊。用今代嗰陣啲低頻唔夠呢，其實就影響晒所有頻段嘅低音泛音啊。咁啲聲都走樣得幾明顯嘅。唉，可惜啊，見到 Final 出新膠，滿有期望，毫不猶豫9衝一 pack。事後同啲高手對個嘴啊，咁都對今代嘅 Final 膠咧抱有類似嘅 comment， 咁就冇辦法啦，直接死心放棄啊！不過如果玩家想慳皮啊，跟翻終極性價比嘅玩法呢，其實堂族啲原裝膠都用得着嘅。如果包裝盒入邊嗰兩款膠咁去揀呢，咁我會揀 White 嘅嗰排膠啊。咁雖然呢一款呢洞口係會比較細，咁可能會有啲遮窿，咁但係呢反而聲音相對上咧係會更加凝聚。咁相反，另外嗰款膠雖然個洞口比較大，咁但係啲聲會散少少咯，我覺得啊。除咗原裝膠啦，咁其實呢條耳機線我覺得呢都可以用一用嘅，佢嘅聲呢亦都唔錯，聲音凝聚度亦都高嘅。當然下一步為咗 upgrade 啊、調音啊，或者你啊想心思思換條更勁嘅耳機線呢，係之後嘅事啦。不過當今嘅公海市場文化入邊呢，你哋係好難可以好精明地揾到價錢又合理又勁性價比又高嘅耳機線方案啊！嚟個小總括啦，咁呢度開箱成套要幾錢埋單落樓啊？如果以我影片入邊咁計啊，帳面5000蚊鬆啲啦，咁但係有啲位呢，其實都未必係必要去使錢嘅。咁例如Final 膠度，咁寧願要舊唔要新啦嚇，咁呢個位都會平少少，甚至豐儉由人用翻魚原機原裝膠呢都可以嘅。然後米 pad 嗰度呢，究竟 Cellular 版係咪真係必要呢？咁玩家想平少少用 WiFi 版又得唔得呢？都可以㗎，係咪？仲有就係數據卡啊、SD 卡啊，喂，究竟係咪又要花幾嚿水，定還是可以慳翻呢？咁慳下慳下，其實4字頭都落到樓㗎咯。而最緊要嘅一個計算就係喂，呢4000幾5000蚊嘅呢套組合砌出嚟，喂，究竟比唔比得上旗艦級 DAP 啊？再加隻貴嘅5位數嘅耳機，個聲音質素咁好呢？嗱，我之後會再解釋，咁但係咧可以話定俾你聽直情有突啦，做到個重點就係，其實我都講好多次嘅，同你哋師兄，經濟差唔好亂使錢啦，好冇？其實到頭來經濟差唔差都係一樣嘅，道理係一樣嘅。你幾雞嘢市面上嘅聲音表現，喂，如果你幾千蚊嘅方案你都打唔贏咁你仲會咁戇居揀幾雞嘢個方案大佬？